跟住落嚟要介紹下一隻歌，就講起唐玄宗天寶年間嘅安史之亂。一講起安史之亂，大家就會聯想起安祿山，咁就令到我聯想起一個典故——六山之爪。哇！即刻有人笑，點解話六山之爪有人笑呢？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因為啊，楊妃楊玉環有感咧，玄宗都老啦，佢一死之後咧就無所依靠，所以喺當時嘅年代咧，佢要揾一啲有實力嘅人依靠。安祿山咧就俾佢睇中咗，咁當然安祿山咧亦都借啲意咧，亦都要親近。咁樣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安祿山就入宮咧，係成日都入宮嘅。咁點不知入下宮，趁唐玄宗唔喺度咧，就同楊玉環咧幽會啦。點不知我介紹一下安祿山呢個人係點樣咧？如果大家諗翻起咧，最近上個月咧，香港咪呢個欖球賽嘅，嗰啲紐西蘭嗰啲毛里族人嗰啲欖球員咧就咁上下啦，個個大肚腩7尺高啊，所以佢手掌好大。所以後世人咧，逢親話六山之爪，話佢手掌大，兼且呢個人有野心。咁佢個手掌大有咩關係啊？佢同點不知呢個人咧，因為粗魯啊，正話就心田咧就留爪印，點不知楊玉環就胸口留爪印。嗱，冇笑啊，因為佢係貴妃嚟噶，俾唐玄宗見到咪好大件事，所以咧喺當時佢就發明咗。可能係一種初期嘅就叫做柯子，嗱真係叫柯子。後來可能叫土兜，進展到現在，大家女士都用嘅。咁所以咧，跟住落嚟，我覺得呢個典故就有啲唔啱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講到安祿山係一個胡人，好粗魯，但係跟住落嚟我哋介紹嘅嘉賓咧，凌安禧老師咧，哇一表斯文。我話俾你聽，所以講古仔就還講古仔，睇真嘅就先係真嘅。咁一陣呢，跟住嗰隻曲《唐宮經驗》，就係由凌安禧老師咧係飾演安祿山，而鍾玉韶小姐咧就飾演楊玉環。咁佢哋兩位咧合唱呢一曲《唐宮經驗》，請各位細欣賞，千祈唔好將我正話講嗰啲欖球員嗰個印象你睇下。
進步同工，流入花心泉天上神仙父母，人間帝王家，偏偏中後運和，但見珠蘭玉砌為自主，見此畫角雕梁，方知無風明皮上面本是月光神仙盡了春光，國色天。
就雲奔半花嬌，憑據生輝，為定樂譜，幾番看幾番舞，寶釵半醉。有佳麗嬌媚天子暗香里，哎呀，飄間若神淚降下，雲霓意欲冷，離紅妝輕舒玉臂。從中經了蝶兒莫非是宮中人作詞，看他雍容華貴，不露儀威。定是專寵後庭，楊家嬌體。果是傾城傾雅國，絕色雅和美啊！催前望思禮，臣叩見貴妃娘娘。何來望看亂草？玉妃彷彿入了仙宮，飛處俗世。偷窺最當把目揮，珍寶奉咩君氣麗。愛臣面和早有規矩，今亂陳氏方是得體。待臣言求恕罪，後君拿住不覺怒迷，安樂山獻寶入皇庭，並非貪花事。估到是誰？原來是安將軍在此，正是活着將軍。暗自意思，何須生怒氣？他是大唐
是凡言，本是天照。娘娘放心，陸生身為首長，
為大唐國祚今獻血肉之軀啊！將軍英雄，將軍英雄娘娘啊，陸山所獻之寶，不如請娘娘過目啊！君主未回，焉能措辭？先公為快，這又何妨？初見相會沒禮，如再談於此處，旁人亦會意。這花園甘地，非朝上後得志。望將軍你速離，國後我知。又說是黃柳龍庭後院映月地，半飛盡鳳後拜黃鳳馗，這等禮服樂何待意？難願禮，休怪我矜持，餘剩低，將軍應退望而辭。我花枝撩起得太後那等何月？天香國色夜得我心動，難捨秋水湖畔生輝。受古見，再擔此地，遲遲未退，難與你輕奏相明。換將軍，轉卑之禮退於國意。娘娘啊，此沉香亭乃是歌舞之地，陸山幽澤湖舞，娘娘可願一觀啊？哦，將軍幽澤湖舞啊！請娘娘看得來。江山何家
似